新聞一開始，趕緊來關心這國防特別條例，講這個國防特別條例卡介久咯。不過在今仔日的立法院表決啊，因為這南北兩黨有人數優勢，三讀通過南北黨團達成共識的7800億版本，而且明定具體的武器採購項目，預算的金額分做兩階段，包含已經公開的3000億美國對台軍售和第二批軍售上限是4800億。那從含這行政院版本的1.25條來看呢，是向抬調4700億。保衛國家安全及強化不對稱戰力計劃採購特別條例制定通過。朝野表決大戰了，立法院正式三讀通過南北黨團達成共識國防特別條例版本，預算上限總共扣列大票7800億，因講是正序版的1.25條規模做到三讀4700億。我們才是真正中華民國國防力量最堅實的後盾。1.25兆的空白支票，打着保衛台灣、堅守國防的招牌，掛羊頭賣狗肉。我們支持強化台灣的國防，但是我們絕對不容許貪污，不容許浪費，而且要求台灣人付錢買的武器必須要拿到。南北主席攏去提起強調在野，堅守審查責任，依據三讀條文7800億國防特別預算分做兩階段，各明定具體武器採購項目。第一波是已經公開3000億，美國對台軍售包含 M109A7 主造炮、海馬式多管火箭、反架型無人機飛彈系統、標稱飛彈、拖式自閉飛彈等第二波，但美國政府正式同意軍售了後，將發給書本的預算上限4800億。還是給了一個被削弱的版本，排除掉了最重要的無人載具跟它的系統，還有反制無人載具的系統。當你排除掉了這種 AI 的輔助的話，那你實際上又怎麼有能力來去面對中國的挑戰？對條例內底排除相關甲威脅項目，民進黨團表示遺憾，批評南北剝奪台灣軍工產業、國防自主的發展機會，會削弱台灣國防實力。記者綜合報道。